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出来及记12章29节到42节，罗马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责任。出埃及的大个灾难。讲到第10个灾难，是这个太大囝之灾。咱都无讲到这个盘过节，就是因为上帝应允要保守以色列人来盘过这个太大囝的灾难。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命令，意思是讲，如果以色列人甲埃及人也是法老王同款，无愿意遵守的时阵，就必定会拄着死亡。因为这场这个瘟疫，就亲像这个武汉肺炎同款，对全世界拢同款，无有人会通排除伫外口。除非负起家己的责任，遵守着上帝所吩咐一切的行为。若无，因就亲像埃及人同款，当爱面对苦难的时阵，迄个责任就是家己爱担当，无有上帝的保守啦吼。伫即个礼拜日，为着新竹圣经学院的主日，受派到土城教会讲道服侍。我就引用到出来记22章第1节到14节，盘过节的记载，甲兄弟姊妹三角来分享。迄中间根据这段的经文，牧师提到着几个责任。伫迄内底，咱伫出来记22章第3节到21节，看到迄个家庭的责任。因家庭围垒做伙来度过这个困难，也看见迄个社区的责任。当因的人较少，物件有剩，就爱去招迄个较困苦的人来做伙来啉食，做伙盘过。再来也有守法的责任，就是咱看见摩西所颁布的诫命，都爱安怎做，所以因就照做。就度过这个困难，但要有感恩的责任。伫12章15节到20节，咧讲到守节、感恩、纪念上帝保守的这个恩典，要献祭的责任。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，咱若总去看出来记第3章18节所写的，要去旷野去。上帝来献祭，所以这是甲出来记22章21节到28节是同款，你讲着爱上帝来献祭，佮有教育的责任。第12章的第17节、24节到28节，你讲着因着爱教育，将这个来传予因的世界。当然，还佮有宣教的责任。伫出来记22章38节，你是讲到上帝互亚伯拉罕的责任，互人得到福气，嘛讲到约瑟的责任，伊去到伫埃及做宰相，互埃及的法老王看到讲，哦，你所相信的上帝是遮有气力，遮有能力，嘛是以色列人的呼召，保罗的使命，嘛是今仔日教会存在的责任吼。也因为以色列人遵守着上帝的命令，负起着应当担当的责任了后，因就盘过这个太大囝的灾难。经文的记载讲，伫半暝，上主杀死埃及甲所有头上生的，对齐王的埃及王的大囝，到伫关伫家内底犯人的大囝。以及精生的头上拢受杀死。埃及王甲伊所有的人神，以及全部的埃及人，拢伫半暝起来，伫全埃
及全地有大地口的声，因为无一家无死人。埃及王半暝调摩西亚伦来讲出去，恁甲以色列人就离开我的人民出去，照恁所讲的去敬拜上主，嘛照恁的要求，连羊群、牛群拢带去。毋过恁就甲我祝福，埃及人赶以色列人赶紧离开。阮拢特别死啊！以色列人就摕妖袂藏架的面丸下伫炒面粉的器具内底，用衫包起来，藏伫镜架头顶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，对埃及人讨金器、银器甲衣服。上主互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好的款待，因要求什么，埃及人拢互因。安尼，因就抢夺着埃及人的财物。也因为安尼，因就有机会通好来逃离开埃及，并且得到埃及人双手封的这个金银。基本上，其实是因是去用赶出来啦吼。经文继续记载啦，以色列人离开南西，苏格来出发。囡仔、妇人人无算，行路的壮丁约略有60万，阁有真济混杂的群众，以及牛群、羊群，有真济精生甲因做伙出去。因用对埃及带出来无发芽的面丸烘做饼，因为受赶离开埃及，真紧急，袂当为着家己准备食物。以色列人伫埃及430年之久，430年一个满，拄迄日，上帝带伊的军队对埃及出来。即暝上主规暝固守因，带因出埃及地。以色列人就世世代代伫即暝上主来守夜。这时阵，以色列人摩西的责任不但是需要来对摩西甲对上帝来离开埃及，更较需要有迄个责任来带遐的非犹太人，经文讲外邦人、外族人，或者是讲遮的其他的族裔啦吼。保罗讲到基督徒就应该爱顺服上帝的权柄，因为权柄是对上帝遐来。这段的教导经文时常引起误解。因为人通常拢断章取义解说这段的经文，到底为什么爱顺服伫顶头的权柄、政治的权柄，袂当反抗呢？所以咱若注意读落去，先决条件是这个权柄是对上帝遐来，而且这个政权必须爱有免除人惊吓的权柄的人。保罗安尼讲，逐个人着顺服伫顶面的权柄，因为权柄是对上帝遐来，掌权的权柄拢是上帝所制定的，所以反抗权柄就是违背上帝所制定的制度，反抗的人会受审判。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惊吓，是要互做歹的人惊吓。你兼无爱做一个免惊有权柄的人，若爱着做好，你就会得到称赞，因为伊是上帝的采用，伊的职责是要帮助你。毋过，你若做歹，就惊伊，因为伊带剑毋是无目的，伊是上帝的采用，是伸冤者要替上帝刑罚
最歹的人，所以恁着顺服。毋是简单为着惊上帝受气，嘛着为着良心的缘故。恁纳税嘛是为着这个理由，因为伊是服侍上帝的人，在接受伊的职务，对正人尽恁的义务。恁欠的着还，应该纳的着纳，应该敬畏的着敬畏，因为尊敬的着尊敬。因为保罗所强调的迄个政权，是基督徒应该顺服的，毋是对人的愚妄的顺服。如果伫上帝的权柄对来享受或这个顶悬的时阵，伊就会通执行上帝旨意的话，基督徒就应该顺服，毋通违抗。但是若政权甲这个极权政治，互人民惊吓，亲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亲像习近平违反香港自治50年，互中国的人民活伫恐慌的下面。北韩的领导者敢若求家己的政治利益，南美济的领导者甲这个毒贩和解，来帮咱毒品泛滥，并且追求个人的利益，这个拢毋是咱顺服的对象。互人民活伫无有惊吓的政治的气氛的下面的当政者，伫顶位的责任，顺服这个顺服上帝，伫顶悬掌权的嘛是基督徒，也是人民的责任。用安尼来表达基督徒家己对上帝的顺服，这是基督徒的责任。诗篇121篇，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站对倒落来，我的帮站是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伊袂互你绊倒，你的保护者袂拄面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永远的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，脱离逐款的灾难。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特别感谢你伸出阮救恩，互阮脱离性命中间困难甲险境。求主帮助阮专心靠主，诚心来倚靠，互阮伫困境的中间会当甲坚定来信靠，来军队尽阮的责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